也袂空间。上帝降临伫的圣殿，上帝降临伫的圣殿，对酒万民着点睛，对酒万民着点睛。
请咱同心来敬拜，请奏乐。上帝啊，你的慈爱怎样遐宝贝啊？世间人秘伫你是果知音的，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米得到饱足，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愿要看见光。愿你常常施慈爱，互捌你的人，常常用你的公义。施予心内正直的人。世间情人拢着点情，天生徛伫面前，无知我如世间小事。当阮在你受事，从地讲你米的上帝，咱着敬拜心敬虔。请咱三角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71首。我心学乐至关上帝。我心学乐至关上帝，万民拍拜伊骹下，赎回伊治，赦免满满。咱着学乐来群活，学乐敬奉，学乐敬奉，学乐永远活君王。请咱起立全首。我心学乐至关上。
请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坐。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摇花阮的主上帝。愿同心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阿罗你。主啊，你是生命的源头，你是世间的真光。阮的心羡慕你，阮较无亲近你，阮也意爱看你的荣光。求赎阮的主，当阮做伙聚集伫圣殿内，仰望礼拜堂的十字架。愿在阮伫日常的生活中，常常得罪你的所在。主啊，愿你照你丰盛的慈爱怜悯阮，赦免阮的过犯。愿你成做阮的快乐甲避难所。主啊，愿将阮的情感、阮的心思意念、阮的欲望，拢交托伫你。愿圣神保守掌管阮的心，愿你怜悯阮，也用平安、喜乐、慈爱来充满阮。稳定的主，你甲天父上帝原本是一体，你是稳定的君王，却取奴仆的形象，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满满的稳定充满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表明上帝你疼世间人。主啊，阮深深感谢你。阮感谢你对每一个人有无同款的恩惠甲才能。愿知这一切拢是你定着。你对阮每一个人的祝福甲计划，也拢有你美好的旨意。恳求圣神帮赞扶持阮每一个人，拢做一个生命好佮尽忠的管家，活伫主的光明中来见证主。通将一切荣耀归伫你，愿献上祈祷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学乐，咱将下暝的时间来请77欢喜团。
以色列人寻求上帝，希望离开在埃及当奴隶的苦楚，然而人往往在安定的生活里，又忘记上帝的恩典。四主虽然有时起风雨，上帝带领你平地，小细你不免惊，时时刻刻讲与我同情，多做试探灵魂那清气，多做试探灵魂那清气。大大小小真侪风险，政府官员、企业家、好业人的风险是地位、经济、权力的稳定。啊，咱遮一般的普通百姓的风险是啥货呢？工课稳定，三顿小饱。对圣经来考察，咱会当得到济济启示。以色列人伫埃及做奴隶400年当，决醒来哀求上帝带因出苦地，这严重威胁着全世界的权威。世事风险中，咱家己是啥物款的角色？奴隶、法老，也是找找上帝的以色列人。静下来，大叫无声，带hình疏疏紧离开，带hình疏疏紧离开。做奴隶是真艰苦，啊，毋过即马来到海墘，后壁有对面，头前阁有红海。上帝啊，你是咧创立阮心，咱是毋是常在安尼对上帝发怨言？安尼要安怎？
唔着去跳海。海破开，上帝出手机。可笑世人，贪恋fru肉当，纷争不断，生命含苦汤。上帝苦心在多苦望，当我心惊，世间有情上帝插界令摩西，叫伊传达以色列。恁若遵守这诫命，就通做我的宝贝。上帝插界令摩西。叫伊传达以色列，恁若遵守这诫命，就通做我的宝贝。上帝十诫令摩西，叫伊转达以色列，恁若遵守这诫命，就通做我的宝贝。伫即个风影中，咱是要安怎如何遵守上帝的诫命呢？伫遵守诫命的时，要搁坚定信仰，这足困难的呢。鉴于人们的苦难，上帝差派他的独子耶稣降生拯救世人。这样的事让希律王的权势备受威胁，所以展开追杀令。上帝才给你爱情，刚性比你有条来。在情破过伊，一路战精彩意，给我传伊，是给你，为了多的理解。大王有令，能会以爱有意，击杀不论。遵旨。心骑白白啊，
风声只朝山顺了吹迎去，出来大势有志，人才江湖叹有气。醒了桃花。圣经有记载，当初时天使对玛利亚讲，这个囡仔要出世来做王。但是耶稣出世伫羊巢内，连一只面床都无。哦，佮听伊讲，迄个玛利亚是未出嫁就来生囝，这种身世是要安怎做王啊？嘿，煞落后壁阁有希律王派兵伫追查呢。这种种互人累积的处境，玛利亚坚定的信心是为倒来。圣经《申命记》31章第6节讲：恁着勇敢壮大，毋免惊，因为恁的上帝甲恁同在，绝无离开恁，绝无放杀恁。地上的路为无爱情，白花的灯火。上帝应允保你去，赐人关顾的心。
合神流手指头，上帝心里不愿好，平日决心各公路。花好指头我扫，去合神流手指头，上帝心里不愿好，平日决心各公路。红衣影耶稣出世营调内，希律王追杀，兵马随时派，宁可错杀人，命令不可怠。又以面两会，一律拢总台。暗时眠梦中，天使来指点，约瑟玛利亚着惊在危险，头暝抱婴仔厝内唔敢点，未放到蒙阿波一路去逃闪。过山岭旷野，渐晚埃及天，希律王一死，天使阁出现，叫因带幼儿回转以色列，拿撒勒耶稣故事就开展。红衣啊耶稣出世又叫来，希律王追杀，兵马随时派，宁可错杀人，命令可怠，又以你能为希律王总台，暗时的梦中天使来指点，又什么的呀，就惊在危险，头暝抱婴仔厝内不敢点。你个老王阿婆，一日去投降。过山岭旷野，将我爱一天，希律王一死，天使阁出现，叫因带幼儿回转以色列，拿撒勒耶稣故事就开篇。长大后的耶稣四处宣传上帝国的福音，终究在家人不理解社会运动，在最喜爱的门徒出卖下，被钉上十字架。耶稣12岁进前逃亡他乡，30岁才开始将伊对天来的运势报好消息，互大家知影。真不幸，真的好消息，却是阻碍某一群人的利益。引起人想要对耶稣谋杀的计划。人性的贪婪，直到死亡的结果，是咱无法度想象的恶。目睭耶稣温暖呀，相随小弟又在我，多呀是头唔去做，你讲徛到我。
起，不知你却拢拼起死。上，咱若是要做突发性的改变，厝内的人大部分反对，耶稣的细汉小弟嘛是共款，伊无认同耶稣的理想。耶稣为安定的工课转变做社会运动，甚至有性命的危险。若是你的后生，你敢会支持？我自守我的性命，倾传上帝的慈悲，宽容真理甲公义，谢谢苦苦也在你。耶稣是毋是就袂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如果当初时犹太忍着，莫出卖耶稣，是毋是耶稣就袂死伫家己老母的目睭前咧？我自守我的性命，倾传上帝的慈悲，宽容真理甲公义，谢谢苦苦也在你。圣经传道书讲，日光之下无一项新鲜事。有人讲我险险去监牢王遐报道，有人讲我才为鬼门关转来。但是有一个人，毋但拢入去鬼门地府，阁见到阎罗王。圣经记载，耶稣死后落阴间地府，第3天阁活上天。 我自守我的性命，倾传上帝的慈悲，宽容真理甲公义，谢谢苦苦也在你。
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后的耶稣落到阴府，继续天父赋予的使命，救赎罪人。信耶稣的人，大概知影天堂伫倒位，阴间地府咧。在座啥人知影阴间地府伫倒位？地府去的人敢有转来？敢有人想要去？咱一只思考一句话：生不如死，是要安怎解说？阴间地府敢干那底死人吗？伫阴间地府，钱柜问周空。周空啊，你的兄仔咧？我兄仔伫天堂啊。兄仔伫天堂，身躯落伫遮。我知，你逐礼拜拢有去教会听道理，无有听无做，所以兄仔才会上天堂。天边听人可爱在，人家门一丢开，西龙多路处处在，谁庙为门难进来，准备记忆卡西在。
伫阴间地府，规模耶稣讲，你咧救伊的人命，根本都是自作多情。细人兄弟无生车，失经真理不愿听，天行花路心车夜，凄命迷茫透青夜。细人兄弟无生车，圣经真理不愿听。天行花路心车夜，星星金山免着行，生命美梦透青夜。志君在波人人爱，敢讲你无爱，真就变落满所来。几多真心敬拜，古力打拼只为在。
耶稣一摆搁一摆传救赎的恩典，强调咱的过失罪过，伫伊顶十字架顶所流的血，就一并洗清咯。一并洗清，此事当真。敢讲为非三做的撒旦落西法，伊也有可能。圣经讲，只要相信，人人有机会。可恼啊！心惊耶稣，是可我。希望所人已拍破，伊人春风顶头啊，害人可地受心破。世间情人着归顺，无为怨下是分寸。等他无那大阮，应世我命难稳。耶稣降生，落阴府后复活上天的一生，见证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鸟儿无耕作，尚且有地方觅食，难道你我不比鸟儿贵重吗？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就安尼，耶稣国活上天进前，耶稣的学生彼得，伫耶稣死了后，绝望意志消沉，为着生活，搁倒转去掠鱼。一天，天拍不光，彼得甲伊的同伴出海去掠鱼。彼得，早暗，耶稣伊老母佮看到耶稣佮活，敢若有可能？拍安呢？对遮插一枪呢？听讲耶稣伊老母佮耶稣讲话呢。耶稣讲啊，无可能啊！哎呀，耶稣死呀！我知着，我有看到伊头壳沉落，死呀！世叫混沌，人心乱，哪力红白如何断？三相报恩也扫团，心肝清气是第一关，空嘴破字若要听。门看路大，别风声，梦话落雪是招人惊。双手拍拼，通我。
双手拍拼，通活命。不必我如这声清声，你敢无影过山花鸟只？为啥无着我无芳者？王强伊就无伊的严厉，鸟只无尽责，无相当上帝亲，无一顿人。声声，你敢无影过山花鸟只？开开无孤单，兄弟。兄弟相依那藤绳，为这无怪着，虽然是无怪着，上帝有定，教伊通享用。何必挂虑这些情伤？你敢无影过山花鸟只？代表伊的无，伊的伊。就这个你拢来刷好你，一日讲好，一日也讲呀，阮的路，咱靠心心行。山花无着无啊无芳者，鸟只无种作无收动，上帝赐因无有一顿人。咱何必看如这声清声？你敢无赢过山花鸟只？耶稣将属天的恩典早来地面，搁落涂骹底。这款的福分，人人拢有机会。天
天顶的米高地，有小可以落土地，里面个王是个天堂主义有机会，天顶的米高地，小小可以落土地，里面个王是个天堂主义有机会。天地的米高地，小小可以落土地，里面个我不是个天堂主义有机会。天顶的米，小小可以天主义，有小可以个我，天堂主义有小可以有机会。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话。在先，咱来看旧约圣经诗篇36篇第9节。旧约圣经诗篇36篇第9节。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我毋要看见光。接续咱来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14节到16节。马太福音第4章14节，是要应验早托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讲西布伦的地、列大利的地、沿海打的路、约旦的河外邦的加利利，坐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坐伫死荫的地下有光起来照因，正道耶稣是活命的源头，请曾牧师。歌艺团要伫咱的教会来甲咱做伙做礼拜，我对心中就开始咧想讲，伊的题目谁啊号做春分过尾伊迄一天，我毋知为虾米恁的团名叫做77为虾米今仔日咱做礼拜？亲爱的弟兄姊妹，咱听到虾米种的心声？台湾有真水的文化，叫做劝世歌。劝世歌敢毋是甲咱咧讲讲道共款吗？劝世歌内底有真侪歌词是咧讲起人生的辛苦悲痛，咧讲起人伫人生中间会做的境遇。劝世歌嘛咧讲起人一生上重要的代志，毋是干那食清用、好业善。人的一生中间，其实也佫有一项，就是信心、愿望甲仁爱。咱真欢喜一心老师今仔日甲明宏长老因佫有遮尔多少年的遮朋友今仔日伫咱中间，因所用心准备的，其实就是一场礼拜。咱拢习惯已经是咱制式的礼拜程序
就是照着传统的教会仪式有一个仪式。其实歌戏、歌剧，敢毋是就是一个仪式吗？对前奏到中到休困，逐种的每一句话，其实拢是真精准的准备。多谢恁的今仔日来到阮中间，我所想到的就是恁的题目，春分过后，过年迄一天，到底咱这贵宾想要甲咱得当的这乡亲讲什么话？歌戏演戏一定有一个真特别的，除了因要唱歌要表演，今较可惜咱无看到因穿这个歌戏的这个衫在咱中间，但是因其实是一个真正式的，是对台湾的戏剧歌谣真用心的一阵。有的人有信耶稣，有的人无信耶稣，但是咱平平伫这个文化甲宗教的中间咧三对话，咱伫文化甲宗教的中间咧三对话，所以我真代表德仁教会欢迎咱所有遮个少年的朋友，恁带来真美妙，每一句歌词每一个声音，拢是互阮有真深的感动。我嘛相信兄弟姊妹，咱的心嘛对这个歌词咧走，咱对这个歌词咧走。我最近咧读一本册，是一个叫做 Wait Davis 一个加拿大的一个人类学家，迄本册足趣味的。伊讲的 Wayfinder 就是讲人伫人生中间咧找一条人生的道路。这个人最大的精彩，这本册就是咧讲起全世界有7000种的语言，咱唔知有遐济语言。全世界伊讲人类的学者咧研究全世界有7000种的语言，有真侪语言逐礼拜咧消失。人的语言无消失，就亲像人的灵魂无去。这个人类学家实在是一个真伟大，有一种的这个包容性。伊毋是咧讲基督教的思想，伊咧讲起宗教安怎甲文化对话。伊讲真侪无礼貌的民族，因经济发展了后，因感觉因真文明，所以因就叫遐个还未开发、还未文明的遐个人叫做凡仔。包括我用 AI 咧搜寻伊的话，伊的册，AI 嘛甲我讲遐个土著，我就甲讲，请你莫用土著这个字甲我解说，请你用原住民甲，因为 AI 有当时嘛会对人，你互伊什么资料，伊就互你什么资料。咱今仔这个礼拜，咱做伙，咱对无共款的两个团体，来做组织这个所在，来用咱共同的感动，咱兄弟姊妹，咱拄则拍谱就是咧甲因说道谢，咱拄咧甲因说道谢，咱嘛甲上帝感谢，讲今仔日互咱有这个机会，甲这群少年朋友做伙，有人真早就来，我真好奇，讲这个少年的这兄弟姊妹，较会有兴趣伫这种的台湾的民谣甲歌谣，这是无分宗教，无分年代。音乐的物件本身就是一个真水的公道片，所以这 Davis 这个作者伊讲，伊头一个故事第1章就是咧讲起，伫全世界上古老的一个民族叫做闪族，迄就是咱看迄个上帝也疯狂迄部电影，迄个民族大概已经6万年啊，伊的 DNA 甲基因是全世界上 pure， 就是讲所有的人类可能拢对这个民族来。因为人类学有一种的研究，就是对人的 DNA 回溯到你对来，对你的 DNA 基因去找讲你的爸爸、你的妈妈的这个生命史，嘛，咱就当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咱找到咱的生命的源头。今仔日要准备这个礼拜，我嘛一直想讲，我要安怎帮咱兄弟姊妹，将2种无共款的因素，就是这个咱咧讲。民俗甲音乐的礼拜，甲传统的礼拜放做伙，所以伫这个中间，我一直咧想讲，今仔日有什么种的圣经，有什么种的诗歌会当回应。今仔日我完全无准备心，你要带什么种的来，我只有会当用想象。但是我想象通过敏宏长老伊所甲我介绍讲，今仔日因所要唱的歌内底是对耶稣的出世，耶稣的受难，到耶稣的国活。除了这个
其实因唱搁较头前，唱啊3500年前，迄个出埃及，我一路看来，我知影一心老师用作个心写遮的谱这曲，这是一段东西交接，交接，无共款的宗教甲文化，伫今仔日的时间点，咱做决定，但是有一个主题就是换命对来，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两段圣经节，这段圣经节足特别，这是写伫3000年前。3000年前的一个古老的一首犹太人的诗歌，伊的歌词讲：活命的源头是在伫上帝的手中，活命的源头是在伫上帝的手中。伊咧讲，伊在宇宙当中有一个上帝，伊讲，在这个上帝的身上，我要看到生命的光。伫这个上帝，我要看到生命的光。这个诗篇36篇第9节，伫2年前，伫欧洲某一个宗教团体。伊甲这个诗写做一条歌，拄则咱一礼拜开始的时候，你有听到一个活命水泉，在伫你的心上，伫你的心上，我要看见真光。伫斯洛维尼亚2003年的圣诞节，每一年的圣诞节伫欧洲拢有一群青年人，因会做伙聚集，对无共款的国家去聚集，轮流伫无共款的国家的一个首都。2003年伫斯洛维尼亚的首都。所以拄则迄条歌，其实伊唱的歌毋是英语，嘛毋是拉丁语，伊是唱的就是斯洛文尼亚因的歌词所读的即个圣经。我用这条诗歌来回应咱的台湾的欢喜。无论心中的民族，其实音乐超过人的语言，会当感动人。咱无通想象讲人的母语、甲人的语言、甲人的诗歌，若消失去的时阵。这个世界就亲像彩色变乌白，这个世界就亲像彩色变乌白，今仔日的诗歌最主要所带予咱的就是，伫绝望的所在，伫地角的阴府，甲伫人间的阴府，拄则我有听到咱咧讲，有一群人是活伫这个世间，但是伫人间的阴府，坐伫死荫的地，伊生活伫黑暗中，伫焦虑，伫跨路中间，什么人会通带因？脱离这个黑暗甲绝望，兄弟姊妹，咱信仰所遐久，咱敢听到迄个劝世歌甲圣贤的声音，这就是我甲咱回应。咱今仔日的聚会，拢一个人的生命的心中，拢有一闪进我们生命里面的窗，一个窗，都好咱顺利。今仔日的这个歌谣，最要紧的讲一个主角，叫做耶稣，已经甲伊个提了，所以今仔日我要甲咱做伙第二个分享就是。咱今仔日咧追求一个就是生命的源头跟生命的光。春分过后第1个月圆，我就想到这张相片，这个相片就是像一个满月一个月亮真水的暗暝，但是总是真水的月光背后嘛，拢阁有一寡黑暗的角落。光较暗，代表人生中间幸福、甲辛苦，嘛甲死亡、甲盼望，所以伫这个春分过后的第1个月圆，咱会当拄着什么？光对人生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无论心中的宗教，光拢有足象征性的意义。生命有光就喜乐，生命有光就平安，生命有光就有活力。嘛，咱伫今仔日所有兄弟姊妹，咱通过这诗歌，咱会当找到一种带予咱幸福的光。咱感谢上帝甲咱准备，因为引来完全是白白要带欢喜予咱。
所以因家己准备因的游览车，因家己准备因的音响。伊问我讲，无说恁有几支麦克风？我甲讲4支。伊讲，若佫准备甲，互恁准备甲来，大概袂赴。伊无甲安尼讲啦吼。民防长伊无甲讲啊，等到恁准备都袂赴啊。伊讲问你有几个谱夹？我讲我有4个谱夹。我看一看，我才讲，原来4个谱夹是不够咱这个所有的这的今天带来这么美妙的时光哈。希望你们所带给我们的快乐，上这个幸福嘛，甲恁三个伫地哈。也渴望圣诞节虽然还袂到。但是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拢得到上帝。讲伫圣经中间有一个足象征性的意义，伊代表上帝的能力，甲上帝的本性。上帝是好，伫伊内面永远无黑暗。吼，人的人生会当无黑暗，但是人的人生有黑暗，是因为人的生命中无光。吼，人的生活伫黑暗中，是因为我们缺乏亮光，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这个光带互咱活命平安、渴望、甲力量。吼，光有真侪象征性的意义。兄弟姊妹，拄则遐尼侪条款式的歌，我毋知对一条歌对你上感动。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拢有一条生命的歌，人起来，咱唱互人家听。啊，人起嘛来，嘛唱互咱听。多谢恁大家来，吼！耶稣是啥物人？伊讲了什么？伊做了什么？多谢这个整个今仔日这个歌曲，吼有真深的含义伫内底。值得阮慢慢回想，拄则恁所唱的诗歌，吼！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佫倒来到耶稣所讲的话。耶稣讲我是啥物人呢？耶稣讲我就是这个世间的光。既然接纳我、踮伫我内面的人，因就无搁再生活伫黑暗中。愿这个主耶稣甲咱三甲弟弟，无论是得当的兄弟姊妹，还是讲对远远来的这个带咱真水的一个属灵的飨宴，一个音乐的飨宴上帝祝福恁伫恁的美丽的人生当中，经常有让人赞叹的美丽的歌声。多谢恁大家。兄弟姊妹，咱的手中有一个不是奉献袋，是一个心意的帮咱这个工作继续搁做落去。我想七七歌戏团，伊毋是要甲咱无款，毋是因白白来，白白离开，但是因是一个独立的团体。所以，希望咱每一个人兄弟姊妹，咱嘛会当代表讲，阮虽然无因这种的文书。会当唱遮尔水的男高音男低音、男高音女低音、女高音，真水的这个歌声，但是阮有真水的心，甲咱产生共鸣，产生共鸣。咱做伙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赏赐这堂教会，这是一场自从教会设立以来真特别、毋捌有的真特别的机会。伫即种的聚会中间，上帝你对阮讲话，互阮98岁阿嬷听到伊少年的时阵所听的真熟悉的歌谣的旋律，我嘛伫你的面前感谢你，或者会真侪少年人因欢喜，伫因的生命中间嘛正做一个传承台湾，无论是音乐文化。求天父上帝祝福阮的组织，互今仔日正做一个新的开始。当阮拍开门对伊家己的厝的时，佫是一个另外新的开始。但是今仔日这歌一句一句咧问阮，阮伫阮的一生中间，阮到底咧无用什么？愿天父上帝你通过今仔这歌，互阮的人生得到智慧，也得到新的选择。愿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给所有生命。咱来完成咱今仔日的礼拜听书，咱来祈祷，祈祷了，咱来听唱圣诗。
这时，请咱做伙来吟圣诗，来应答上帝的听。圣诗118首，上帝将伊独生圣囝，欢喜赏赐世间。既若信伊会得活命，伊听实在无限。请咱起立吟全首。上帝将伊独生圣囝，欢喜赏赐世间。伊若信伊会得活命，伊听实在。请坐，请咱准备来奉献。
济。咱来欢迎今仔日特别伫咱中间，敢会当请明宏长老小可甲阮介绍你的所有兄弟姊妹甲咱的工作吼。阮的戏剧的名，春分过月暝迄一天，月圆迄一天，大家认为是对一天？中秋。春分过哦，是春分过哦。来，有别个答案无？其实应该是过活节，对无？是。过活节，就是耶稣过活，受难过活的即个，等于讲就是一个好消息。当然，我是对着400年前的即个埃及开始讲起啦，佮回答头拄仔牧师问的，阮啥叫做77歌戏团？77，阮即个名嘛是阮教会的唐俊卿长老，阮大部分的是台北东门长老教会，阮的唐长老甲阮号即个团名77歌戏团，77即2字有2个意思啊。伫旧约的时阵，就是即个大饼节，嘛是一个丰收的节。伫新约的时阵，77就是圣灵降临节。其实阮成立即个团，其实到明年就10冬啊。阮希望阮所做的事工，就是像耶稣基督所交代，阮希望借着阮的音乐，借着阮的歌声，借着阮的戏剧，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今仔日是用音乐的方式来甲大家介绍啦。其实阮这是一出戏，一出戏。所以若有适合的场所，阮是会使来搬戏，有穿戏服，有化妆，就是一场的戏剧。所以我嘛真希望有即个机会，会当搁再次会当来到中部即个所在，中华好所在，有即个机会，我嘛会当甲遮在地一寡机构，也是中会来合作。阮希望会当来做阮的戏剧的演出，来互搁较侪人。伫咱遮的中部地区，搁较侪人借着戏剧、借着音乐来认捌主耶稣基督。好，我介绍阮的团员啦，对，请一心老师来介绍好。我姓张，然后伊是阿真，真简单的。咱今日伫即个天书表出现的名，一心老师校长兼讲经后面阮的团员，互因家己来讲因的名，甲因担任的乐器，我是校长兼讲经啦。叫我们自己讲。好，我们从这里来。好。我是负责口碑其中一个，我叫做祝燕，我嘛有过一个台语名叫做三米，多谢各位。大家平安。我今天我有耳麦。我是蒋默春，台语爱叫做张默春。我现处是伫玉山新堂院读新读硕士班2年，所以咧新学生是我的身份。我同时嘛也有另外一个身份，玉山新堂院的教务长林琼华牧师，我是牧师娘，简单介绍到这。我不会讲台语，大家好。但是你对我唱了就好听。没啦，我叫做朱月熙，然后朱元璋的朱，喜悦的悦，晨曦的曦。我们的意思是希望在晨曦初起的时候就萌生了喜悦。大家好，我的名叫林伟涵，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对，好，谢谢大家。大家好，其实我会晓讲台语啦，我台中人啊，
我外描个我做简字形，简单的记形，记形，名字的意义是志在必行。然后到台北读书，然后现在就是都在唱歌跟教书，谢谢大家。喂，可以有了。好，我是吴定远啊，对，好，我是吴定远啊，就对，不用记得。啊。有，刚才有声音，有吧？有声音，有声音，有声音。我等。大家好，我叫穆田心，然后我演奏中提琴。大家好，我叫许云婷，演奏乐器是二胡。大家好，我叫董汉宇啊，我的乐器是壳子弦跟二胡。大家好，我是何家全，我演奏乐器是笛跟箫。大家好，我是陈依林，我吹奏乐器是竖笛跟唢呐，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世峰。那这个乐器有看过吗？像机关枪的乐器。对，这个号称比耶稣更早出生哦。对，女娲补天的时代就出现的乐器叫笙。大家好，我叫叶冠达，我是拍鼓的。然后这个礼拜才刚加入，谢谢大家。咱来唱一条歌哦，因为爱使我们在一起哈。咱来唱一条亚索听律，好不好？咱用这条歌来做咱的互相的祝福哈，让爱环绕我们哈，让爱环绕我们。啊，咱坐咧唱就会使，好不好？哈，咱坐咧唱就会使。虽然所有听环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做一听跟咱相爱。光明的国度。哦，耶稣听你，你为救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做伙来祈祷。主要所伫今仔日这条时刻，阮对心中真正感谢。阮对无熟悉到做3千军，阮今这条诗歌代表主你所赏赐阮一份，互你的疼所扶持的生命。求天父上帝，每一个阮所少年的亲人，特别阮厝内的时代，阮的长辈，主啊，当因年纪加添的时，主求你赏赐伊勇健的身躯，互因出入行路脚步。行我自在，求天父上帝帮助阮所有出外的亲人朋友，阮的兄弟姊妹，无论是伫国内伫国外，主你互因无论去到什么所在，伫主你的平安中间来得到主你的保守。主阮真欢喜，这个时刻，这个礼拜当中间充满真多无共款的声音啊！特别这个声音拢是出伫疼，阮伫你面前恳求感谢。愿你用你的疼来保守，伫这个世间中间拄着苦楚看路失去平安的人，主求你互用你的疼扶持，互因定心搁起来，七起目屎向前行。我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咱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咱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陈牧师善智嘞。
上次无啦吼。好，啊，你甲只调吼。好，安尼，咱来请报告吼，简单的报告，咱才需要咱报告一下。生日的祈祷。哦，生日的祈祷吼，好，今仔日生日的人，请恁来头前，好无？哦，阿碧啊，你一人独得呢吼。无即礼拜。哦，是哦，梦瑞妈妈弟弟欢迎你来。哇，这么特别，这是咱的明如长老的妈妈吼，咱真欢喜，今仔日来甲咱做伙做礼拜，咱做伙来祈祷。伫阮生日的时，阮有庆祝的习惯；伫阮生日的时，阮心中有期待。阮渴望阮的人生是一个甘甜、稳上加稳、力上加力的人生。所以每一摆阮生日的时，阮来到你的圣殿。阮照着圣经所甲阮讲，你要用油抹阮的头壳，互阮的福杯满溢。至少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为着即礼拜生日的阮的长辈，也为着阮的姊妹，也为着阮的囡仔，恳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新的一年每一天，主你互因稳上加稳，力上加力。主啊嘛为着无伫阮中间的每一个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无论是洪仁、洪昌，阁有燕雪、宜玲、秀丽、雅文、齐轩、洪泰、孟东、甲丽芳，主你互因伫你的面前存出活命的杯，主你就填满因生命的杯，互因对你承受你天地来祝福，也阁保守因伫过来即365天，主你赏赐因智慧的心，通算效家己的年日来管理因的。每一天的时间，祝福因遮做有智慧的管家，伫因的人生中间结出有价值的果子。阮伫你的面前来恳求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上帝祝福你。这是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咱的周报。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早起是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礼拜堂。查经班早起是9点，以及下晡时7点半，咱有线上的查经班欢迎兄弟来参加。圣公的服侍下礼拜诗会，请吴素基长老领诗我本人苏琴请陈美秀执事。书宪请张世昌、林安乐执事，爱餐请尤丽芬执事，新眼光的读经以及每一灵修，咱照这个顺序来读圣经。具体交通第一，本主日咱福音的礼拜，歌戏团达基督会听，咱非常欢迎77歌戏团所有的兄弟，因带来美好的属灵响应，结合福音文化、戏剧甲音乐，互咱咱搁一届来甲因多谢多谢恁咱嘛会当用，咱嘛会当做伙来奉献，来支持因的福音艺术的使命甲即个事工。第二，中中妇女部生活营11月初7拜5。到11月初8拜6，地点是拿来教会，讲题是快乐服侍，专灵服侍，讲师是肖瑞桥牧师、黄连成牧师，报名费2900块，10月20日报名截止，咱也有要参加的，才向咱的妇女团契会长文芬执事报名。第三。咱10月24拜5，应该是拜6吼。礼拜5，10月24拜5，早起是9点半，妇女团契聚会，幸福到我家。咱即届地点是伫妇人玛丽的家庭，请咱大家踊跃来参加。第四，咱继续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祝福。
风险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出入的，才用过界人员来更正。大岛的事项，第一，咱为着身心欠安的行者以及教会所有长辈的健康平安大岛。第二，咱嘛为着教会青少年的心灵、因的课业、升学、考试来祈祷。第三，为着适婚的青年因的婚姻来大祷。第四，咱也为着出国在外的青年刘一鸣、林怡轩、刘义军为因来大祷。接续咱来吟上咏圣诗50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咱起立吟全首，吟诗线请曾牧师祝祷。荣光归圣父上帝。三位一体，在你的在你的，将来也永远你的，无穷无尽。阿门。当心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你每一人三甲地地，对这世教永远无尽。阿门。大家请坐，灭道闭会。